唔知你屋企有冇一個咁嘅紙箱呢？可能喺床下底，又或者係你阿媽成日嗌你執，但你一直拖嘅嗰格雜物櫃。你大概知道入邊裝嘅係細個嘅嘢，舊相簿、紀念冊、生日卡，或者一隻你已經唔記得原本叫咩名嘅毛公仔，你都未必會記得自己最後一次打開佢係幾時嘅事。但有一日，可能你執屋，你終於將個紙箱拎咗出嚟，打開嗰一刻，你攞起入邊一件嘢，心入邊會有一種好奇怪嘅感覺，唔係懷念，而係一種更陌生嘅感覺。你開始諗自己係咪真係咁中意呢樣嘢，定係你連點樣中意一樣嘢呢種感覺本身都已經唔記得咗。今晚心流研究所想同你由 Toy Story 最初嘅3集講起，今次唔係講第4集，亦都唔係講最近上嘅第5集。因為對我嚟講，1995年到2010年呢3集本身就係一個完整嘅閉環故事。好多人話呢套戲講緊成長，但係今晚我想同你分享嘅係呢套戲想講嘅可能比成長更殘忍。佢想講嘅係嗰啲你曾經愛到不得了，但係今日已經唔記得點樣去愛嘅嘢。古仔由一個生日會開始，安仔細個，胡迪係佢最愛嘅玩具，一個牛仔警長。陪佢瞓覺，陪佢喺床度扮牛仔大戰，直到嗰一日呢，安仔收到一份新生日禮物，一個叫巴斯光年嘅太空人玩具。佢有發光功能，有自動語音，仲深信自己唔係玩具，係一個真正嘅太空戰士。安仔即刻就中意咗佢。胡迪睇住呢一幕，面上保持住笑容，但你細心睇佢個眼神係慌嘅。佢開始諗盡辦法，想將巴斯撞落床，撞出窗，想證明自己先至係安仔嘅最愛。細個睇我哋會話胡迪小氣，會妒忌，但係大個之後再睇，你會發現胡迪嘅恐懼可能比我哋以為嘅更深一層。呢種恐懼心理學上未必淨係驚失去咁簡單，佢更似一種存在危機。胡迪驚嘅從來都唔係巴斯本身，而係如果安仔唔再需要我仲係邊個？你細個有冇試過呢種感覺？屋企新生咗個細佬妹，你突然間發現阿爸阿媽嘅注意力唔再淨係喺你一個身上。或者好簡單，你最 friend 嘅同學突然多咗個新朋友，你開始諗係咪你做漏咗啲咩，先令對方唔再咁需要你？心理學家榮格咧講過一個概念啦，叫孩童原型。佢冇話呢個原型純粹想被愛，佢講嘅係潛能，係未完成嘅可能性。但榮格亦都提過呢個原型神話入邊成日都同被遺棄連埋一齊。摩西被放喺河道漂走，海格力斯一出世就已經有人想佢死。孩童原型代表住未來，但同時佢都係最脆弱嘅一個。呢個脆弱正正係胡迪一直驚緊嘅嘢。佢嘅位置並唔係天生屬於佢嘅，係要爭翻嚟嘅。而呢個道理，我哋好多人細個就已經學識咗。第一集，胡迪最後揀咗用妒忌、用爭奪去保住自己嘅位置。但係呢套戲真正聰明嘅地方呢，係佢冇就咁俾胡迪贏，佢逼住胡迪學識一個更難嘅課題。你嘅價值其實唔需要靠打低第二個人嚟證明，但係呢個課題真正要佢去學識，要等到第2集先至開始。第2集，胡迪意外揾到一個機會，可以去日本一間玩具博物館，永遠展出。喺度佢遇到翠絲，翠絲係一隻牛仔女玩具。佢初登場嗰陣興奮活潑，對住胡迪講嘢，好似開咗機關槍咁。但係跟住嚟一段呢，係全套 Toy Story 最重嘅一段，就係嗰首經典插曲 When She Loved Me。畫面冇對白，淨係配樂講翠絲嘅前世。佢曾經有過一個小主人，一個叫 Emily 嘅女仔，佢哋形影不離。翠絲被攬住瞓，被攬住喊，被攬住分享所有秘密。但係隨住 Emily 大個，佢開始唔再玩翠絲，翠絲先被放入玩具箱，再被放入捐贈箱，最後被遺留喺路邊一個紙箱入邊，等緊一個唔知有冇出現嘅人。呢段嘢淨係播幾分鐘，但係睇到呢度，你會發現自己開始眼濕濕。點解？因為你心入邊隱約知道呢個唔係翠絲嘅故仔，呢個其實係你嘅故仔。翠絲嘅出現呢，直接逼住胡迪做一個抉擇，而呢一個抉擇先至係成套戲最神嘅地方。博物館代表嘅從來都唔係保存，而係展出。你諗深一層，博物館入邊永遠有人睇住你，永遠有人欣賞你，讚嘆你保存得幾完整，但冇一個人真正需要你。你有冇覺得呢個畫面好熟口面？IG、Threads、YouTube，
我哋呢個年代，好多人花咗大半世人去追求一種俾人睇住嘅狀態，有幾多個讚好，有幾多個訂閱，有幾多人喺度欣賞你嘅生活幾靚，你嘅成就有幾威。但係被欣賞同被需要係兩件唔同嘅事。被欣賞你可以隨時被取代，下一個更靚嘅畫面、更勁嘅成就，觀眾會即刻轉台。但係被需要咧係冇得取代嘅，因為需要嘅從來都唔係你嘅表現，而係你呢個人。胡迪面對嘅正正係呢條問題，我想被欣賞定係被需要？大部分人嘅本能反應係揀安全，揀被欣賞，因為呢條路唔會痛。但胡迪最後揀咗返去安仔身邊，揀咗被需要，亦都即係揀咗終有一日會被放低嘅可能性。如果愛一定會走到盡頭，我哋點解依然揀去愛啊？我會話正正因為呢份愛會完，佢先有重量。一個玻璃櫃入邊嘅胡迪永遠唔會爛，唔會舊，永遠有人睇，但佢都永遠唔會再俾一個小朋友攬住瞓覺。佢嘅完整係用再冇人需要佢嚟換翻嚟嘅。胡迪最後揀嘅係明知終有一日會被放低，依然想成為某個人生命入邊重要過嘅存在。第3集，安仔大個咗，唔再係嗰個攬住胡迪瞓覺嘅細路，而係一個準備執拾行李離開屋企去讀大學嘅後生仔。佢間房咧放住2個箱嘅，一個寫住 college 啦，另一個咧寫住 Sunnyside， 旁邊仲有個垃圾袋。胡迪同其他玩具原本以為自己會俾人送去 Sunnyside， 點知陰差陽錯，安仔阿媽誤會咗個垃圾袋，將佢哋當成垃圾咁掉走。於是先有咗之後垃圾場嗰段所有人都記得嘅生死逃亡。但係我反而想你留意嘅唔係嗰場戲，而係故事最後安仔返到屋企之後做嘅最後一個決定。佢本來咧就打算將所有玩具留喺屋企，放上閣樓。但最後呢，因為胡迪留低嘅一張字條，安仔去到 Bonnie 屋企，佢烏低身逐個介紹玩具俾 Bonnie 識，呢個係胡迪，佢做咗我嘅拍檔好耐，耐到我都唔記得幾耐。佢講呢句嘢嗰陣，聲線仲有少少震。你有冇諗過呢個畫面入邊最殘忍嘅唔係安仔要捐走咗胡迪，而係安仔仲記得咁清楚，佢仲記得每一隻玩具嘅名，記得佢哋陪過自己嘅故仔，記得要喺一個5歲女仔面前將呢段記憶好認真咁交俾下一個人，一個準備離開屋企讀大學嘅後生仔。生活入邊有咁多新嘢要諗，新朋友、新環境、新嘅自己，但係佢依然騰得出時間。換轉係我都未必做到。你上一次有幾清楚咁記得一樣你細個中意到不得了嘅嘢呢？可能係一隻舊 game，一本中學畢業冊，一部 MP3 機。你記唔記得自己嗰時點樣中意佢？定係連嗰種中意嘅感覺本身你都已經完全記唔翻起呢？安仔做緊嘅唔係放棄，亦都唔係單純放低，佢做緊嘅係一個有意識嘅交接，將自己生命入邊最珍貴嘅一部分交俾下一個會好好珍惜佢嘅人。而呢一個動作嘅前提係佢必須先清楚記得呢樣嘢對自己有幾重要。當年喺戲院睇住呢幕，真係喊到收唔到聲。呢一幕呢，亦都係呢套戲最勁嘅地方。1995年睇緊 Toy Story 嘅你，如果都係細路，到2010年第3集上畫嗰陣，你大概都已經中學畢業或者準備讀大學。你同安仔係真係一齊大嘅，唔係比喻，唔係象徵，係真實時間嘅流逝。呢個感覺咧，其實同 Before Sunrise 3部曲咧好相似。導演真係相隔9年先拍一集，觀眾同戲入邊個角色一齊行過呢9年人生。Toy Story 做緊嘅係同一件事，佢冇用任何特技，純粹用時間本身做咗呢套戲最深嘅情感武器。但係安仔做到嘅嗰種清楚記得，可能正正係我哋呢班大人而家最做唔到嘅事。翻去開頭嗰個畫面呢，你屋企嗰個紙箱入邊裝住嘅，可能唔淨止係舊玩具，可能仲裝住一個你已經好耐冇見過嘅自己。長大之後，我哋好多人都唔係刻意將童年抌咗，我哋只係一路向前行，翻工、趕 deadline、交租、處理生活入邊一大堆嘢，忙到有一日你望翻以前嗰啲嘢，你唔係唔記得佢存在過，你只係有啲認唔出佢。Toy Story 第1集講胡迪驚被取代，第2集講翠絲驚被遺忘，但係第3集去到最後，佢其實問咗我哋另一條問題：如果有一日你重新見翻嗰個曾經好重要嘅自己，你仲認唔認得佢呢？
可能係你床下底嗰部 NDS，可能係一支好多年冇再拎起過嘅吉他，可能係一本中學時代畫滿公仔嘅碌屎，又或者某段你以為早就放低咗嘅回憶。最奇怪嘅係，有時真正令人難受嘅唔係失去，而係你發現原來自己曾經咁珍惜過嘅嘢，今日已經講唔出當初點解會咁中意。所以如果有一日你真係打開咗嗰個箱，希望你唔好急住收翻埋佢。坐低一陣，望多兩眼，因為入邊裝住嘅可能唔止係舊玩具、舊筆記，佢裝住嘅仲有嗰個曾經會為一樣好簡單嘅嘢開心成個下晝嘅自己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，可以訂閱、撳個 like、分享俾朋友睇下。想請我哋補充下咖啡因，可以加入成為資深研究員，獲得今集同之前嘅 Mind Map 同背景音樂。我哋下集見。